減價蝕盤持續給客承接。入伙4年的天水圍半新盤 Wetland Seasons Park， 一手業主5年前買入兩房，最新大幅虧蝕逾一球沽貨，上車客見價錢合理，迅速拍板接貨。中原地產天水圍富分區營業經理何家樂表示，最近拆息大幅回落，刺激入市氣氛，本月整體樓市成交加快。他指出，天水圍 Wetland Seasons Park 本月暫錄得4宗買賣成交，其中分行促成一期20座中層 B 一室易手，單位實用面積432方尺，屬兩房間隔，面向內園。單位早前放盤叫價468萬元，最近有上車客見單位價錢合理，輕微議價3萬元後，以465萬元承接，折合實用尺價10764元。據悉，原業主於2020年2月以568.500萬元一手購入上址，持貨逾5年，現賬面損手103.500萬元或貶值約18%。